喂，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呢個7749啊，又同大家咧研究一下六合彩攪珠啦。嗱，嚟緊呢一期咧就係17年啊，第17期，17年第17期啊，六合彩攪珠咧就呢個2月12號嘅星期日啊，晚上9點半鐘舉行，而截止售票時間咧就今晚嘅晚上9點3啦。嗱，咁啊，因為留意下，因為咧就禮拜六11號跑馬，所以就諗落去。咁咧上一期咧頭獎有人中喎，但係二獎冇人中，所以有197萬累積多寶過嚟呢一期嘅。咁呢一期嘅頭獎基金咧為800萬嘅，祝大家好運。咁嚟緊呢一期咧就10號星期日啦，跟住嗰期就係14號星期二啊，真係情節啦啊！咁啊，如果你諗下啦，嗱呢一期禮拜日啦，當你頭獎冇人中，下期13萬啦；當你就算頭二獎冇人中咧，得15萬嘅啫。咁唔區有人中晒嘅話，如果頭二獎有人中晒嘅話，梗係咁啊，又去翻800萬，其實都係唔係咩大獎。但係咧，即係咁樣咧，農曆新年真係特別勁嘅啊！嗱，我哋睇下上一期先啦嚇，咁啊即係咧，但係簡單啲嚟講，就係6個紅色波啦，6個紅色波投注額咧都係4000萬。多少少咁啊！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啊，即係揀個藍色波3號咧就2注中頭獎，但係揀晒所有紅色波咧就冇人中，二獎係冇人中，但係咧安慰獎去到7獎，79000幾注，嗱好犀利啊！即係咪買紅色波勁啲咧？但係因為嗱紅當當啊嘛，但係上一期邊個做主持 Rita 啦？但係你記住個 Rita 之前咧，新年做嗰期咧，新正頭嗰之前嗰期咧，佢係着紅色衫嘅喎，紅當時咧唔係着紅色衫嘅喎。嗱，即係有觀眾啊，上一集節目都係報料啊嘛。哇，咁佢開紅色波唔緊要，係最大問題就上一次佢做新正頭嘅時候唔係着紅色衫噶嘛。佢本身啊，即係着紅色衫，但係今次唔係着紅色衫，但係開好多紅色波啊嘛，即係證明係咪紅色波係特別旺嘅咧？咁嗱，你諗下啦，嗱49個 number 啊，即係有啲人買波係唔會睇顏色噶嘛，即係正如話俾大家聽，喂張飛係唔會話俾你聽，即係如果大家見過張飛，係我張飛係唔會話，嗱好簡單，大家嗱好簡單，嗱大家見過張飛，喂張飛得一隻色嘅，即係哥哥仔係咪先？喂張飛得，但係而家話張飛嗱，即係有時啲報紙。有啲會寫有咩 number 啦，有啲係一隻色嘅啫，即係唔會有特別顏色。但係有啲咧，譬如喺報紙就會寫明嚇個波係咩顏色噶嘛。到而家，因為而家報紙係彩色噶嘛，唔係黑白噶嘛，係咪先？咁你話彩色嘅時候，你話明聽個波係咩色？但係張飛上面係唔會話俾你聽嚇呢張飛啊，呢張飛或揀飛呢張飛係唔會話俾你聽，即係全部一隻色嘅啫，係咪先？即係咁，但係你諗下啦。綠波嗱紅波17個咁啊，跟住咧綠波同埋藍波16個，但係你睇翻咧，唔知點解成日話紅波最容易開。咁咁如果即係咁不如以後淨係買嗰17個 number 啦，係咪先？咁淨係嗰17個 number，哇！如果你咁啊話成日都開4-5個嘅，係咪先？如果成日開4-5個嘅話，你即係又要揾翻我個忠實觀眾啊！我個忠實觀眾同我計下咧，究竟17個波點樣買咧先？即係點樣可以咧確保你中4個啊？中4個都中咗3個字，佢可能識求。煩到啊嘛，咁但係咧，大家知道啦，有啲觀眾係唔知咩顏色波啊，嗱呢度就係咧嗰個顏色波分佈啦嚇。咁同大家講下究竟咩波係紅色㗎啦？嗱，有1號啦、2號啦、7號啦、8號啦、13號啦、18號啦、19號啦，跟住23號、24號、29號、30號，跟住就係34號同埋35號，跟住咧就係呢個40號，跟住最後咧仲有就45號同埋46號嘅，重一次咧就有17個波嘅啊！嗱咁啊，大家要抄睇喎，你咪抄睇要 cap 圖啊！呢個大家睇到啦，上網睇到啦，係嘛？1號、2號、7號、8號、12、13、18、19、23、24、29、30、34、35啊、40啊，同埋45、46啊，淨係呢17個 number， 真係如果真係買嘅話，真係好正㗎！嗱咁啊嗱，嗰個我撳俾大家睇啦啊！嗱，嗰個假使嗱依家咧。揀晒紅色波先，嗱，而家撳俾大家睇咧，就係而家撳緊所有紅色波俾大家睇啊！撳晒所有紅色波，嗱，真係唔好錯過啊！嗱，撳俾大家睇，即係直播俾大家睇咧，我哋買晒啲紅色波，嗱，就係呢17個 number 啦啊！就係咁喎，嗱，就係紅色波啦。你諗下，如果你買17個。嗱呢度就所有紅色波，你諗下，如果買17個 number， 哇！你諗下10蚊注，哇！要12萬喎，傻的媽係咪先？半注都6萬幾啦，係咪先？你諗下，傻的媽
如果你有即係我都要請教下好嗰個忠實觀眾或者我啲睇我之前個節目啲人咧，即係諗下嗱，如果買17個 number 點可以咧將佢組合到譬如話20條飛啊，冇話多啊，係咪先？可能你話10條飛、8條飛就難啲啦，係咪先？即係可能中嘅機會就難少少，但係喂，如果你買定期買20注、30注廿零注到，真係㗎！你諗下成日開4-5個去4-5個咁真係好正喎，係咯，有冇啲咩聰明組合嗰啲咧？可唔可以幫我計下？啱嘛？喂，其實老實講啊，係咪先？喂，大佬啊，嗱頭先我哋同大家講過咧，就係嗰啲咩紅波啊嘛，頭先咪直播俾大家睇咧，播俾大家睇就咩紅色波啊嘛，係咪先？咁我諗下，喂，咁我咁辛苦做節目做咩咧？咁我次同大家講買紅色波咪得咯，係咪先？因為其實你無論係幾時幾刻都好，其實開紅波唔係啲咩新鮮事嚟㗎啦。因為其實睇開呢個節目嘅人都知道我都成日講今年開好多紅波㗎啦，係咪先？係咪過山天可能唔會？但係你因為啦嗱。六合彩係得49個波嘅啫，但係點解咁好彩即係我即係我粗略估計咧，開紅波超過一半因為7個波嘛，點都4個以上㗎啦，4個度咧係多過綠波同埋藍波嘅。著咧估計即係未有一個正式統計數字，但係我覺得即係開紅波係容易啲。咁頭先嗰個即係擺播俾大家嗰個話，你就係買嗰17個 number 得㗎啦。真係唔使煩惱，係唔使煩惱呢樣嘢。咁咪係咯，咁我做咩要搏82燈膽咧？咁做咩？總之期叫大家買紅波咪得咯，係咪先？即係諗下啦，嗱，真係送筆送油你，真係買晒啲紅波，係咪先？咁但係我都要做我啲節目咁我繼續咧做翻我呢個節目就提供翻嚟緊呢一期第17期82燈膽時間係咯。咁其實我貼上紅波咪得咯，咁我仲識做節目嘅，係咪先？今期嘅提供咧就4、6、13、32、38、40啦。嗱，重複一次就4、6、13。32、38、48從馬世界左右玩下啦，係啦。咁我做節目嚟做乜嘢咧？咁我期叫大家買紅色波咪得咯。紅色波頭中啦，係咪？不過可能真係大家呢期冇紅色波，但係過2期咧，你唔講咧，佢又係咁開紅色波㗎啦，係咪先？好啦，咁因為咧嚟緊呢期生日啊嘛，咁跟住嗰期係情人節預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咁情人節嗰期嘅77、40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